圣诗480首，我心大欢喜，驻点身边。PPT， 咱先来听诗琴弹一解。来，咱同齐来唱第1节甲第2节。来，我心大欢喜，驻点身边。虽然在世间多存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养保惠，使我清气。这首诗歌是咱较比较熟悉的诗歌，所以阮即马直接来看第2首的诗歌《圣诗460首》。既若有人由文相比，请思敬先弹一解。喂。来吟第1节。即马做伙安静咱的心来备办今仔日的礼拜，圣诗363首。来。
兄弟姊妹平安。礼拜中为着保持庄严，请咱将咱的行动电话来关机，备办心来礼拜，请听福音钟声。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对婴仔甲食奶的喙建立能力，要互对德甲报怨的情境。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排列的月甲星，世间人是甚物，你少年伊；人的囝是甚物，你眷顾伊。咱来吟圣诗480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那顺一天，最终的苦事满心欢喜。求主永保卫使我前去。但我保佑每个好路，为我主要。
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德，天性来顺服，心来安宁，天堂的福气那伫目前，天在也降落甲我往来，保佑主耶稣慈悲仁爱，那我爱保佑你的福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德，那我爱保佑你的福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德，专心来顺服，万事平安，辛苦我叫做福气无限，经常来天堂望主来，念地主耶稣满心仁爱，那我爱保佑你的福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德，那我爱保佑你的福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德。阿门。咱犹原徛伫，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世界至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咱要来交托启文第37，咱来交托启文第37，马太第6，伫圣诗的后壁面启文37，现着我来启，请咱兄弟来印。启文第37，无得看如恁的性命，要食生命，要啉生命。恁的性命减无较大地米粮，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在饲伊。恁什么人用看如互性命较长一刻久？试看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你讲，当所罗门极行我的时，打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趴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所以无得看如讲，阮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什么。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看如。这声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
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愿感谢你，阮要向你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愿感谢主耶稣，你赏赐宝贝的救恩，保守阮正受恩的囝儿，通甲上帝过好。感谢圣神上帝，日日保守，用袂讲出的吐气，逐日替圣道代求，看顾每日的工作事奉。阮要学了称颂你的圣尊名。主啊，常时也求你赦免阮的过失，因为阮的贫惰常常爱做的好，阮无去做；无爱做的歹，阮却去做。求主耶稣赏赐阮气力，离开歹，亲近好。求你帮赞，互阮有能力分别过圣的生活，互阮有好所行，通荣耀伫你的名。求主耶稣，你放下阮心中的重担甲忧闷，赏赐阮刚强壮胆来行头前，阮所面对嘛毋知影的明仔日，因为阮确信你是阮一生中的帮赞，阮一生的经历拢有你美善的引带甲带领。求圣神上帝怜悯身躯病痛、心中缺乏欠缺的兄弟姊妹，因为阮知圣神逐日甲阮伫地，你要带领阮行过这死荫的山谷，你的腿、你的拐，拢要安慰阮。你要带阮到青翠的草坡，这是阮的确信。求主耶稣，你的保护洗清，互阮日日甲你同行，保养助你的救恩，互上帝国临到伫即个地上。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圣歌队要引带咱来学了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主啊，我情愿。
咱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的21章的第1节到第6节，搁有是15节到19节。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书的21章第1节到第6节，15节到19节。台语和日本是132页。现在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约翰福音21章第1节。这个代志以后，耶稣伫提比利亚的海边，佫显明家己互学生看。伊的出现记伫下底，有西门彼得、多马称低托马、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西比泰的囝，也有学生2个，拢三甲伫地。西门彼得甲因讲：“我要去讨鱼。”因甲伊讲：“阮也要甲你去。”就出去。上船迄暝无掠着什物。天曝光，耶稣徛伫海平。若是学生毋知伊是耶稣，耶稣就甲因讲：“细囝，恁有物配无？”因讲无，伊就甲因讲：“拍网伫船的正边就会得着。”因拍落去，就网拖袂起来，是因为鱼济的缘故。过来15节到19节，15节已经食早顿，耶稣甲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较赢食的嘛？”因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仔囝。”第2摆，佫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嘛？”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照顾我的羊。”第3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嘛？”彼得因为伊第3摆甲伊讲：“你听我嘛？”就又问，甲伊讲：“主，你无所毋知，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仔。我实实甲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己腹，照所爱来行游，独独甲老，你要伸手，别人就绑你，拖你到毋爱去的所在。”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来荣光上帝。已经讲安尼，就甲伊讲对我。现在，我心恳切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供，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恳切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供，提醒我的主。咱今仔日真欢喜，得到中孝路教会主任牧师王武聪牧师的讲道，伊的题目是“耶稣第一你”。大家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会当伫这疫情真长的时间，
袂当实体礼拜中间，对即礼拜开始咱的政府有对伫即个疫情较平静即限制有较透放所以对即礼拜开始牧师伫大一点讲到会使毋免挂口罩所以互恁会当看牧师安尼的面容我也感谢主互咱即礼拜开始，咱的礼拜的人数也拢无受限制了，所以也鼓励咱伫线顶的礼拜兄弟姊妹咱会当紧紧倒转来上帝殿宇来伫遮三个敬拜，倒转来到伫大型教会参与伫即个教会具体的生活亲像代表讲，我的心渴慕上帝的殿宇，是我相信。咱倒转来到伫圣殿敬拜，含咱伫厝内看手机还是看电脑礼拜，绝对是无相款好今日我邀请来伫遮甲咱三个做阵分享上帝话语是因为咱的牧师林牧师伊大院开刀所以袂当伫遮徛讲台，所以我临时受邀请来伫遮。甲咱分享即个信息，我真望邀请咱大家伫即个牧师讲道进前，咱搁一遍来为着咱的牧师林牧师来祈祷。我相信牧师伊开刀大院，真需要咱大家祈祷的扶持咱替伊祈祷，互伊会当早日出院，会当完全即个脑后的问题会当完全来得到解决。好，伫少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主，阮的上帝，这是你所赏赐圣的安息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你应允要施恩赐福，伫今仔日所有来到伫你面前守安息日，领受属天安息的人，愿你放下阮所有一切的跨路重担，互阮会当伫遮享受上帝同在迄种的平安。主啊，我恳求你切见圣神运行伫即个会堂，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也开阮属灵的胃口。互上帝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内，真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真做阮生活的快乐。祝愿这个时也特别要为着阮教会林牧师祈祷，伊昨昏伫中基开刀，上帝啊，你甲伊三角伫地，你互伊，你受鞭拍，互伊来得到医治，你担当刑罚。互伊来得到平安，也通过大院，互伊会当伫遐有好的休困，互伊当真紧来恢复，倒转来到伫阮的中间，继续来传讲上帝你的话语。主，恳求你也高抹你罗卜的嘴，互你的罗卜真做上帝话语的出口。阮恳求的是上帝你的话。充满伫阮的中间，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人信主的时阵，拢有经历甲上帝。甲最后所三拄的这个经历，当然每一个人经历主的过程也拢无相款，每一个人来信主的一个开始，迄种的动机也拢无相款。而且我毋知影咱中间有偌济是你是第一代信主的，请你举手一下好无？第一代信主的感谢主，或者是无举手的人。当然，咱第一代信主的，咱拢有真深经历，甲最后所三拄迄个经历，我相信咱拢有一段的救恩的历史。
咱在座较大多数的人现在是已经第2代、第3代，甚至伫天主教会内面已经有到第5代、第6代的基督徒我愿为着咱这个信仰的护佑来感谢主，因为咱会当承接这个顶一代的人因好无容易得到的这个信仰。当时咧，咱的信仰真要紧，就是咱拢不管你是第几代，咱拢需要甲主耶稣、各外主有当头对面的三度。若无的时阵，咱就会诚做有一句话讲1代清，2代明，3代无明，4代你请我无用，5代咧规厝经满心明。当然这毋是咱所爱我迄个意思就是讲，咱无论第几代基督徒，咱拢需要不断甲各外主三度。好，咱看去圣经内面，耶稣的学生，耶稣一个呼召的时阵，因有马上放母放囝放下因的事业来跟对耶稣，对耶稣3年半久。耶稣亲自第一手教导因、训练因、栽培因，带因去传福音，也随时带因去伫学习、操练医病赶鬼。个这学生咧，伫也未甲各外主三度进前。因敢会当照耶稣所吩咐期待去普天的传福音，会当袂当？请你回答好无？伫这个耶稣12个门徒，对耶稣3年半久，伫因也未甲各外主三度进前，因会用也袂用哩？会无？来，请你大声讲，会用也袂用哩？完全袂用哩。为什么？因为献身哦，因为接受呼召哦，因为跟对耶稣，而且因是放母放囝放下事业，专心跟对耶稣，佮而且读人院，佮读3年半久哦，加我读半年呢。佮耶稣做因第一个院长，亲自教因的呢，拢第一手对耶稣得到栽培呢。可咧，伫耶稣被钉死嘅进前嘅，这学生安那对耶稣所教的听雷啦，根本就听无啦。耶稣咧讲上帝国，因一心一意就是要怎样？以色列要怎样来独立啦？以色列要怎样脱离罗马帝国来独立啦？12个学生逐工生活斗阵，毋过是各怀鬼胎，同床异梦。最后结果安那？出卖耶稣，否认耶稣。耶稣被钉死啊！逐个人走到喷天去。毋过咧，这群的学生是怎样改变，变做拍死无体，甘愿为主来顺道，整个学生的改变。经历2道手术，第一个是啥物？甲各外主三度，甲各外主三度了后的时阵，圣神充满。
当这学生甲各外主三拄圣神充满，然后12个学生扩散到122个，120个，初代教会诞生了。12个到120个，接续落去3000个、5000个，福音传开去，教会就伫逼迫中间来建立了。是，今日咱的教会拢真期待复兴，咱的教会拢真期待更新转型。牧师因牧会42年久，明年就需要进庭退休。过去的年节，我嘛上款一直去咧敲测，有啥物方法会当帮助教会复兴，会当帮助教会成长。我嘛到处去学功夫，去学策略。但是咧，有真好的策略，有真当做甲真好的。摕倒转来，就是敢若水土袂合，做袂起来，推袂行。人明明就做甲遐好，咱嘛拢安尼照步去学，毋过咧倒转来，就是煞袂行，就是推袂做袂起来，安怎？愈实际，愈实际。要怎样？来，圣神就，我亮光看见初代教会怎样对传统的犹太教转型过来。当初的犹太教已经是一个仪式化的宗教，是无有生命的信仰。是，这个传统的犹太教怎样转型变做初代教会？就是这两道手续，甲国外主三度经历圣神充满。来，兄弟姊妹，你甲你的病人讲咧，教会要转型改变，必须甲国外主三度。经历圣神充满，你甲病人讲一下，教会要更新转型，必须经历甲国外主三度圣神充满。这是我对圣经真深的一个体会，的一个发觉。所以我今日要甲咱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12个学生怎样甲国外主三度？怎样甲国外主三度？今日圣经记载讲，这是耶稣国外了后第3摆甲学生显现。第一摆显现，你还记得无？第一摆显现你还记得无？第一摆显现是耶稣定十字架了第3日。国外，我伫迄个礼拜的暗暝，12个门徒行到因安啊，第2批被掠就是因安嘛，门关到888，国外主出现安怎讲？第一句安怎甲因讲？来，请恁讲，国外主第一摆出现，学生讲啥物？愿恁平安。来，甲你的病人讲者，愿恁平安。是，这是咱今仔日基督徒拄着讲咧请安的话，平安平安。不过咱今仔日讲的时真轻松啊，咱今仔日讲的时，敢若像已经变做一个口头禅安尼尔，咱袂去感受到啥物叫迄个平安是啥物意思。不过伫当时来讲，迄啥啦？这学生。
外面就风声鹤唳，到处打通缉，12个学生的人头拢打咧，要抓的，而且是唯一死刑罪呢。所以耶稣出现的时候，愿恁平安。是第一摆迄个，互惊吓中学生得了平安。第二摆迄个学生中有一人闹交去，叫做啥物人？哎，较大声咧，德玛，对，德玛闹交去，无在场。伊讲我无要信，除非我摸到耶稣的肋骨，摸到伊受伤的灵魂，耶稣怜悯你。搁一遍出来来看，德玛，请你来摸。德玛敢唔敢？唔敢。是，伊对怀疑变相信。是，我相信这两种的经营是咱真侪初代信主的人经历，对惊吓不安的中间来得到平安，对真侪怀疑理性想袂通的中间，伊甲国外主相拄，所有的疑问，所有头壳遮大粒的问题，拢总解决啦。伊亲目看见呀嘛，这是咱真侪信主的过程。但是第三摆显现，对你我来讲，有真特别的意义。第三摆显现是伫什么场合？来，请恁讲，第三摆显现，咱今日读圣经，第三摆显现是伫什么场合？什么场合？伫恁的职场，伫生活顶面。是咱的信仰，要紧的唔是对不安来得平安，对怀疑来相信安尼尔。更较要紧的是，咱要怎样伫生活中，伫咱的工作，伫咱的职场，伫咱的家庭，伫咱日常生活中间，甲国外主相拄，伫日常生活中间来经历着这个国外主。所以，兄弟姊妹，信仰是伫生活顶面继续来经历主。所以我真希望恁好好听今日牧师要互恁的信息，真宝贝的一个信息。而且咱看见今日所读的经文，今日所读的经文一个开始的时候呐。讲彼得安那，伊倒转去重操旧业。为什么彼得是倒转去重操旧业？彼得是耶稣的大口师啊呢？是学生中的班长呢？彼得是安那来？而且耶稣已经。国外耶稣已经因显现过后，是安那伊乃佫倒转去重操旧业，而且歹几撮头，伊一个讲伊要倒转去讨海呢，是规大堆学生拢缀伊去讨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咱知影耶稣的学生拢是基层的人，拢是基层的渔夫。现在因册读无济，但是因真单纯，就是耶稣行到倒位，因伫到倒位。不过即摆国外耶稣，安那来无踪去无影，对不？伊即摆煞毋知要安怎地啊？加上。彼得3摆好认主，好认耶稣，伊已经伫大众的面前，甲耶稣安那确定关系啊！已经公开宣告讲，我甲耶稣这人无关系啊！好，请问，那安尼伊敢还佫有啥物立场去传耶稣咧？当伊要去传耶稣的时阵，
人马上喙就甲脱掉了呀嘛，对无？彼得你都迄个好人耶稣迄个人，你即摆搁咧讲耶稣，要笑死人。以彼得即种的个性、急性，对未来懵懵渺渺，伊也不耐性，搁听候落去啊。所以伊就倒转去，搁讨海啊，搁咧真遗憾，伊等于讨海的静安啊，风暝拍梦拍拢无。一个专业的渔夫，一个伫掠鱼正老道的人，竟然掠鱼规暝掠拢无。毋是伊无够专业，也毋是伊无够努力。圣经记载讲，因通暝拍梦拍拢无呢。我就讲，因有努力的。而且这拢拢是家己来真老道的渔夫，谁哪会掠无鱼？哪掠无鱼？是，咱拢知影有偌尔济，毋是咱努力就会当得到的。有偌尔济，毋是咱会当把握的。人讲人咧做，天咧瞧。这2年疫情突然来，咱看见有偌济的行业被迫关起来。不管你过去做偌大的旅行社、雄狮、旅游这种的，哇！伊这2年是马上开发出真济这副产品出来，去卖物件。偌尔济大成功的企业，挡袂掉这个疫情，就关门啊！偌尔济旅馆就是因安尼关掉去，是这拢毋是咱能力才调有法度掌握的嘛。啊！伫这个情景下面，咱看见，伫这样无奈无助，对前途懵懵渺渺，看袂出未来有啥物款愿望的即群的讨海人，因是怎样甲自杀度？兄弟姊妹，我相信这2年疫情来，有真济太济的改变，是现在这改变，毋是咱有法度适应，毋是咱有法度面对，毋是咱有法度赢过。现在也有偌尔济人伫这2个疫情中间，真正实在是过得真辛苦。特别是在做事业的人，在这个情景下面，咱要怎样来经历主？咱要怎样来经历到甲迄个国外主三度所得到的稳定？而且咱看见，圣经记载讲啦。讲当因出去拍梦，规暝拍拢无神。第4节讲天铺光的是耶稣徛伫坪里，学生唔知影。如果你有圣经是，你摕你的圣经起来，一句话你甲画起来，讲天铺光的是，啥物意思？当学生经历伫一个黑暗暝，伫这个黑暗暝的中间，因伫海面甲大海咧相拼斗，冒着生命的危险，伫一片黑暗暝，一粒看袂出愿望的情景下面，
冒着性命危险，而且咧，佮讨无半只鱼，你会当想象着迄种的绝望。我伫平湖木渔船木回过，透早我去渔港的时阵，讨鱼讨无鱼，马上伫遮讨海人心情。迄若是网关咧安尼吼，啊头壳咧咧，迄你就知影讨无鱼啊。这学生就是伫这个情景下面，规暝甲海拼斗，讨无鱼，软烧烧，哟，体力也无啊，而且咧规暝无困，也已经足忝的啊，佫拖着破网，爱倒转去补破网，所以当然头壳咧咧。当然，耶稣徛伫坪林，因当然唔知影耶稣啊嘛。加就安那，汗水、泪水直流，目睭拢去哦，挂水目屎高掉咧啊！耶稣徛伫面前时，伊嘛看无啊。但是这敢是咱的情景？咱嘛常常伫这种学生的境遇内面。灰心失志，头壳咧咧咧，目屎汗水，甲咱的目睭糊掉咧。所以咧，咱嘛看袂见耶稣，就是耶稣显现伫你的面前，你嘛看无。加在天会光啊！无论搁较暗的暗暝，天都会光啦。这就是咱的信仰嘛。好，当学生因伫这种绝望情境下面的时，耶稣恩因出现。请问，若是你是老师，用心3年半久，全精神来教这10个学生，将所有功夫拢放互因，而且咧交代因讲爱去普天的传福音。毋过咧，这学生啊呐，被耶稣被定的时，就是走到喷坑去，大人走了了，当即马叫耶稣拄着啊，叫老师拄着啊，请问，你会对这学生安怎讲？啊？莫讲妈啦，讲2句总是会使的吧？哟，若我的心哦，我都好小囝咧啊！无彩我咧甲恁教，竟然安尼背逆。是，我你看耶稣伫遮若出现啥呐？有责备无？无责备。有用圣经教示这顶大顶帽啊来甲压无？无照圣经的教示去行，无听话，有安尼无？拢总无。反正安那，耶稣碰到这群学生的时，第一句安怎讲？第一句安怎讲？来，请你讲。第一句安怎讲？拄则咱有读圣经哦，咱就顶落甲咱读啊上好。咱顶落读白话字的圣经是讲啥物呢？来，咱顶落你讲一下。对，你看伊讲，佮头前迄句讲，细囝恁有米配？中文的圣经是讲，囝恁有食的无？细囝，迄敢若像安那？迄就爸母咧叫家己的囡仔安尼吼。你个哎，阿明啊，你腹肚枵无？对无？吼，迄互你感受就是讲一种温暖的爸母，
看见就一个囡仔安尼，哦，对外面安尼规个泰国甲安尼哦，摇家安尼吼，就看无，细囝你有食的无？毋过白话圣经更加进一步，你有米配无？吼，更关心更加遐幼，毋通讲你有通食的无？你讲你有饭通食？你有面通配无？你有物件通配无？配饭无？哎，你有发现无？耶稣呐，是偌细心、偌温暖的。但是，姊妹，伫遮请你会记哩，你毋通认为耶稣干那在意伊的大使命，你毋通想讲耶稣干那在意我有来礼拜无？在意讲长老你啥来做长老人？你拜啥基督你拢无来？明明就是做中级的人。受选的做中级，就是爱来服侍，是按礼拜日拢无看人。你毋通就讲耶稣，干那在意这个啊？毋是啊，其实你有发现无？耶稣搁较在意的是啥物？你我咱每一个人生活上上迫切的需要。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咱基本的生活，若无得到满足时，咱哪有可以来去服侍？咱伫基本的欠缺顶面，若无去经历到主耶稣的供应，咱若无去经历到主对咱的疼。咱哪有迄个动力去服侍咧？虽然耶稣对这学生有真济教导，也对因真大期待，而且也拢吩咐因爱去传福音。这学生互耶稣失望，不过耶稣并无责备因，耶稣并无有。伫遐甲因所谓的刑罚，反正耶稣真深了解到因现实的情景，毋是假释，毋是责备的时阵，因需要是一个真温暖的关怀。因需要是一个真温暖的夫妻，是兄弟姊妹，我直接要甲咱分享的就是，你毋通干那想讲耶稣干那在意你有来礼拜无？你有奉献无？你有去探访无？你有去传福音无？毋是，耶稣更较在意的是，你有食饱无？你有米配？你的欠缺是啥物？好，那接续落去，学生怎样来经历到耶稣？怎样来经历到耶稣？当因讲因无食的时，耶稣安尼甲因讲。将网拍伫船的正边就要得到，因就将网拍落去，竟然抽袂开，鱼真济。弟兄姊妹，这就是咱的信仰，顺服带来祝福。是，我毋知，如果你安尼规暝拍网拍拢无。已经骹酸手软啊！你用专业就拢拍无啊！
耶稣竟然叫你吩咐讲，搁倒转去，搁将船开出去，网甲拍落去。我毋知你会安怎回应。那我的时候，我会甲耶稣讲：耶稣啊，拜托你啊！我已经骹酸手软啊，我也无气力，搁将船开出去啊，搁较无气力将网拍落去啊！我用我无体力来提示，我用我已经耶稣啊，讨海是我的专业啦。这个海平规个拢无啊啦，而且日头出啊，鱼就沉海啊啦，拍无啊啦。耶稣啊，你是目睭啦，我若船歹吼，请你来甲我修理啦。毋过咧，讨海是我的专门的啦。耶稣啊，拜托你啦，卖啊，免啊啦，是。那是我会用真济理由来提示。毋过咧，学生有提示也无，因照主的话拍落去。信仰就是伫真济咱的困惑，真济咱感觉讲百般的无愿意的下面，对主的吩咐，对上帝的话讲，主啊，若是你安尼讲，我愿意，我愿意，是。莫讲愿意，咱甲主讲，主，我愿意试看卖啊！是，我愿意试看卖啊！哎，试袂？这就是咧经历主的一个过程。偌尼济经营，主的吩咐、圣经的话，实在是咱真难得用理性去接受。毋过，当主甲咱讲有一句有这个话伫咱心中一直咧催逼咱的时阵，咱就甲主一个回应讲：主，若是你安尼甲我讲，我愿意试看卖，我愿意是学生当讲我愿，就像咱今日圣歌队所吟这个诗：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是。有真济咱做袂到的，有真济咱认为讲我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只要讲甲主讲，主我愿意，我愿意试看卖的时阵，新者就伫遐发生。相信耶稣的话，抓条应允，顺服就带来祝福。而且这个顺服带来祝福，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圣经内面记载。佮继续记载讲，在讲，伊讲拍落去时，鱼真济，鱼济甲偌济，鱼济甲偌济，对，网满了大鱼，总共153尾，但是下面迄句话非常宝贝，讲鱼虽然这么济，网却无有破。顺服所带来祝福是无有破网的丰收。有偌尼济时阵，靠着咱的才调，靠着咱的本事，靠着咱的努力，是会有丰收。毋过真济时阵，迄个丰收是破网的丰收。破网的丰收叫做无彩工，破网的丰收叫做做白工。破网的丰收，其实是魔鬼的诡计，但是出自上帝的祝福，是无有破网的丰收。偌尼济人有丰收，毋过咧，某囝伫房内咧唱补破网。这就是咱偌尼济现实的情景，就是安尼嘛。但是祝福咱的是无有破网的丰收，顺服带来祝福是无有破网的丰收。哎。
好唔好？来，请你记住这句话，家己边仔讲，顺福带来祝福是无破网的丰收。好，接续落去。即马学生已经甲主3拄啊，因也经历到这个无破网的丰收啊，是耶稣问因讲：恁有食的无？耶稣关心因生活上日常的需要。不过，当学生甲各位主3拄经历到这个无破网丰收了后时，耶稣毋是满足伫这个赞处。今日主要互咱的，绝对毋是伊关心咱生活的需要，但是咱毋是干那满足伫这个生活需要的赞处。今日如果咱的信仰干那追求生活需要的赞处的时阵，那安尼和一般的宗教信仰就无有啥物差别了。耶稣关心咱日常生活的需要了后，当咱经历到伊了后时啊，耶稣接续伊要提升咱生命的价值，伊要对咱生活的需要提升咱到伫迄个生命的一个价值。咱搁来回忆彼得的人生。彼得伫甲各位主3拄进前，通讲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生，是为伊抱着迄个建国的大业，期待以色列让脱离罗马帝国的强下辖制，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伊转移人生的跑道，离开母囝，跟缀耶稣。不过，到尾来，咱看见一场空。伊一定真后悔当初所做的决定，伊也一定真后悔浪费3年半久的时间。而且咧，感谢伊是讨爱人，人真了得。跟缀耶稣3年半久，对头到尾。根本都唔知耶稣的身份，听无耶稣咧讲的道理，更加唔知耶稣的目的。所以当耶稣讲伊要行就十字架道路时彼得第一个跳出来阻挡，叫耶稣嘛撒旦提去，这就是彼得。彼得做人真讲义气，不过伊嘛真客气。是，当耶稣伫学生的面前讲：“恁有人假提的大声要3摆，唔认我。”彼得跳出大言讲：“耶稣就是你去死，我嘛该你去死啦！我绝对袂无可能放杀你的。”人伊讲话算话，人伊真有。伊真有义气的，虽然客气，不过伊嘛真有义气的。真正伫克西马尼园，学生拢走了的时阵罗马兵丁来要来抓耶稣啥，彼得马上跳出来保护耶稣，将兵丁的耳甲吓掉去。是，你家想看，若毋是耶稣及时阻止，有可能伫克西马尼园就演变成做一场血腥的暴动。是。伊目睭紧紧看跟缀耶稣的躯体落空啊！就是耶稣病了后，伫大祭司的门口埕，伊安尼哪想，心内100火哪倒？耶稣，我对你安尽量到底，你竟然遮无我民主，你竟然。拢剩我的嘴皮，你爱记，当彼得安尼真客气、真义气、真跳出来保护耶稣，将兵丁的耳甲吓掉去的时阵，你想彼得安那？伊一定伫遐咧看听耶稣，你看唔到人啊啦！我彼得毋是像你讲安尼吼。
我毋是你讲迄种人啊，你有看无？我出来保护你啊！毋过耶稣安怎甲伊讲？耶稣安怎甲伊讲？受刀入鞘，动刀的要死伫刀下。马上否定彼得一片的苦心，对无？毋那安尼哦，佮甲彼得讲啊啦，讲彼得啊，我太着爱你替我加保咧。我若需要保护的时阵哦，我着叫阮爸派12营的天使来甲我保护就好啊。哇，安那？一声彼得安那？会吐位也袂吐位，佫毋安尼哦，佫毋安尼哦。耶稣佫安那？佫将迄平顶的鱼安那，叫遐个倒落去，完全否定彼得一片的苦心。所以咧，彼得否定耶稣，毋是无原因的呢。伊就选伫遐甲伊撇清关系啊，伊就3摆否认耶稣啊。好，接续落去，咱来看，彼得伊一定会为着伊错误的决定，彼得伊一定会为着伊错误的决定，不忠不义的做人，失败人生，内心一定感觉真亏欠、真内疚、真罪恶感。伊一定会活伫种真痛苦的煎熬内面。如果继续落去，伊有可能有机会倒互耶稣用啊无可能。啊，耶稣嘛知影，伊用3年半的苦心来培养这10个学生。若是这个班长全安尼来离开，耶稣来到这世间，一生所努力就拢白费啊！所以耶稣嘛无可能放彼得安尼，所以就开始对彼得大声做内在医治的工作。所以今日咱所读的经在，耶稣问彼得讲：“你听我嘛？你听我嘛？你听我嘛？”其实耶稣是咧做球，互彼得拍，因为彼得有3摆毋认耶稣的记录。这3摆毋认耶稣的记录，已经深刻伫伊心内，成做伊内心一个真大的罪恶感、自责、愧疚。若无得到医治，无得到赦免，无得到讨放，伊无可能去服侍，伊无可能去传耶稣。所以耶稣开始对伊做医治。耶稣问伊讲：“你听我吗？”就是互彼得搁一遍安那真情告白，互彼得搁一遍对耶稣做出听的宣告。当耶稣讲：“你听我嘛？”彼得回应讲：“主啊，你知我听你。”是当彼得回应一摆：“主啊，你知我听你”的时候，撤销一摆否认耶稣的记录。2摆讲：“主啊，你知我听你”，撤销2摆否认耶稣的记录。3摆讲：“主啊，你知我听你”的时候，撤销3摆否认耶稣的记录。当彼得安尼回应的时候，耶稣拢讲安那：“你去我的羊啊，你去我的羊啊。”原来耶稣甲彼得已经无信任的关系啊嘛，已经撇清关系啊嘛。但是当彼得搁一遍讲：“主啊，你知我听我的时候，耶稣马上也做出一个信任的动作：“你去我的羊啊。”这羊啊是耶稣用伊生命赎回的羊群，伊交予彼得，就是对彼得的信任。讲：“你去我的羊啊，你去我的羊啊。”是耶稣咧对彼得做赦免、医治、讨放的工作。原本彼得敢若为着家己的利益、梦想，跟对耶稣，总是经历耶稣的医治了后，耶稣进一步提升彼得生命的价值。耶稣来提升彼得生命的价值是啥物？你饲我的羊啊！你饲我的羊啊！是耶稣对你有食的无？
警告伫你饲我的羊啊！耶稣伫彼得生命中最终的目的是啥物？最终的目的是啥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伊。十字架背后才有真正的荣耀。兄弟姊妹，今仔日耶稣伊原上款，伊关心你我咱每一个人生活的需要。不过，伊更较在意你生命属天的价值。耶稣在意你，关心你。不过，请问你怎样回应？你在意耶稣所在意的无？耶稣在意撒玛利亚人唔敢见人的见笑。撒玛利亚人经历了耶稣了后，伊无顾着伊家己的面子，伊到处去做见证，传讲耶稣。耶稣在意抽象的撒该被排斥、被歧视，当撒该经历了耶稣关爱的眼神了后，是安那？伊对耶稣讲：“主啊，我愿意将我所有的一半真济颂扬人。我若歪歌杀人，我要行伊4倍。”是，兄弟姊妹。就是帮助咱，就是帮助咱，互咱来经历到甲各位主了后，来回应耶稣对你我的一个呼召。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么宝贝。上帝的话语，阮知影，耶稣互阮大使命，总是阮若无有经历耶稣，无甲各外主相拄，阮就无有迄个动力去实践这个大使命。主啊，我恳求你，互阮伫日常生活中不断来甲各外主相拄。不断来经历着主耶稣，你今仔日有缘活伫阮的中间，顾念阮每一个人无相款的需要，也帮助阮通过顺服来经历你互阮的祝福。当阮经历着你了后，阮也得以勇敢来回应你对阮的呼召。背十字架来跟随你，这是阮所求的，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咱兄弟过来吟回应的诗，圣诗460首，见那人有文相比，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见那人有文相比，伊若听其主名义，心内有文变真欢喜，时时感谢永无你，主耶稣圣尊名，世间所望世，有一项。虽然拄着患难艰苦，迫切基督的保护，主耶稣圣尊名，世间所望世，有一项断望，
是道成光耶，主耶稣正尊名，世上所不忘失，无一项断无，就是天意的欢喜。阿门。请坐。咱还要奉献大圣伫遮甲兄弟报告，因为疫情趋缓吼，咱伫后礼拜，咱就要用奉献地来传互大家，因为咱大家入来拢已经有消毒手部请兄弟弟伫咱后礼拜的时阵，咱就要用奉献地来传这粒咱要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一时愿造你圣殿，仰望白白受恩典，虽阮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你照顾阮每一天的日时，因为你听阮伫即个中国威胁甲疫情的恐怖中，你也保守阮平安。阮即阵要奉献，求主接纳阮所献的，阮安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那这请坐。我来通知甲报告，未报告的大圣，咱先掀开周报的第3页，咱来读即个礼拜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兄弟来读2遍。即礼拜金句，伊就甲因讲，拍网伫船的正边就会得着，因拍落去就网拖袂起来，是因为鱼济的缘故。约翰福音21章6节，请。伊就甲因讲，拍网伫船的正边就会得着，因拍落去就网拖袂起来，是因为鱼济的缘故。约翰福音21章第6节，来过一遍。伊就甲因讲，拍网伫船的正边就会得着，因拍落去就网拖袂起来。是因为鱼济的缘故。约翰福音21章第6节，我来报告。周间的事项，请咱有事项的同工，请注意伫第3页的所在。过来，教会消息。今仔礼拜真感谢中华路教会主任牧师王武聪牧师前来协助处理原主事务纪念伊的成果，咱家多谢吼。王牧师，安尼来带领咱的礼拜吼。第二，咱牧师要治疗夫妻中止症吼，伫中期手术住院，伫昨有手术吼，一切顺利。因为较无方便接电话，咱若有急事，咱会用敲这个牧师娘的电话，有记伫这周报内底吼。第三，曾明才弟兄甲林佩昭姐因的查某囝珍妮。甲倪木恩吼，因要伫即个2022年的2月26下晡吼，要伫咱教会来举行订婚礼拜，邀请咱兄弟半价参加，互新人的祝福。第四，因为咱的总务干事已经退休，所以讲暂时无提供福音车接送的服务。过来第五，圣歌队的年会选举，恭喜队长曾立新委员姚生、秀贤姐、大秀珠、老秀英姐、林炳云兄吼，
过来，兄弟团结年会选举结果，会长尤志良，副会长林义成，委员陈木生、林祖卓，我本人林国营甲曾明才。过来第7点，11月13拜六下午9点到12点，中华财务部伫咱本会举办这个2021年年度中华财务演习会，请咱报名的财务的同工爱记哩出席。咱伫后礼拜的上午12点半，伫3楼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需要请假，请秀珠执事来请假。11月27拜六，伫咱教会上午9点半到5点，咱要举行这个全教会事工的研讨会，还有一个领导力工作坊，带领咱有达成的共识。请咱所有的中职团契、真旧任的同工各部的首长、关怀小组长、对了同工拢请一定爱参加来督务2022年的事工计划。过来，这个圣诞歌吼，若有要订要请咱的兄弟吼，咱这个办公室来登记。咱伫后礼拜要举行11月份的授请，名单若有出入，请慈惠执事来更正。真欢喜哦，咱伫11月份，咱的主日学有逐礼拜的上课吼。请咱家长注意咱的细囝的信用状态。小等的妇女团结伫11点20，伫副堂聚会吼，这就无是40吼，咱11点20，咱今仔的主题是读经吼，《路德记》第3章，主理是岳贵姐，欢迎朋友来参加。兄弟团结等下甲社青联合聚会，游园是11点40，伫5楼的副堂要聚会，主题是圣经朗读吼。咱这礼拜是要朗读迄个箴言吼。主理是陈木生执事吼。珠海读经这礼拜的11月18，这个吼11月11吼课程暂停一改吼，请咱注意。生产团结拜六议员有聚会，是主题是马可福音吼，主理是辅导，聚会是咱的会长。生产团结11月14议员有聚会，主题是千年国吼，主理是蔡梦怡教授吼，也有午餐。妈妈小组聚会游园暂停。健康这个关怀协会吼，咱若来上课爱记得早健保卡吼，对咱注意。咱来，因为我手头无就新来兄弟的名单吼，咱兄弟咱来关怀的祈祷，咱为着这礼拜关怀的事项来祈祷。我邀请咱兄弟起立来为着咱的需要，以及这礼拜有兄弟病痛的来代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毋若关怀阮的需要，你要阁提升阮的性命的程度。主耶稣啊，求你帮助阮。求你怜悯阮，也求你在阮心内的创伤，求你的保护、压榨、保护阮。你的圣神常常甲阮伫地，求你看顾阮的牧师，伫长期手术大院，助你保守医治。除火节，伊的栓塞手术。身体的调理，求你怜悯看顾；金銮者又皮蛇，求你提升伊的免疫力；菊花者又滑倒，下校有受伤，求你看顾阮。工明叔兄伊时常血压过低，常常昏睡，助你看顾带领伊。主啊，阮也为着阮心音的同工，
阮选出的同工，祝你提升看顾阮教会，才会忠执有一致的心意，是要提升阮的性命，互阮的教会怎样伫大使命的中间来创造阮的创意，互阮有义上甲主你三角做工，互主你上帝国的福音实现即个顶面。主啊，阮也为着特别为着阮的教会的团契的幸福，阮向你求讨。主啊，阮毋知阮的兄弟姊妹因的性命，因的团契的生活。主啊，阮求你帮赞，互阮兄弟姊妹，逐个人拢有一个归属的团契，互阮的同工，互阮的忠直同工，关心阮兄弟姊妹，迄个生命的愿望、属灵的倚靠。主啊，恳求你安尼帮赞阮，因为你是关心阮生命的。你要搁提升阮生命的义上，主啊，阮恳求你，会保护洗清阮，你的圣神日日甲阮支持。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圣名，阿免。咱来行平安礼吼，哎。咱悠然徛地，咱要来吟上行的诗，正诗第510首，翱落天顶主宰，金丝刷兄王牧师祝祷。但愿互人有恶梦的上帝，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恁的心，佮借着圣神的大能，互咱大有恶梦，对即时到永世代母亲。阿门。请坐，别倒，请电乐后甲利息。